驛馬運排行榜，第一名係屬猴嘅朋友。屬猴因為本身就有驛馬星，而本來嘅4個生肖蛇、豬、虎、猴就係驛馬生肖，所以當驛馬行到屬猴嘅時間就更加強勁啦。要跑嚟跑去，走嚟走去，多出差，多去唔同嘅地方。所謂動中生財，做生意嘅朋友不妨拓展一啲唔同嘅市場，又或者打工嘅朋友咧都多啲出下門，自然運氣好啲㗎。第二名就係屬老鼠嘅朋友，點唔衝，因為衝。所以今年無論你想唔想，都要有一啲嘅走動或者變化，同埋衝嘅年份其實就好似人哋嚟打你咁樣。如果能夠多啲走動，反而係好。如果坐喺一個地方，就會受到一啲負面嘅影響㗎啦。而至於第三名朋友就係屬狗嘅朋友，屬狗嘅朋友有地解星，地解係代表住田宅嘅變化。今年可能有樓宇嘅買賣啦，又或者公司變咗地方喎，你可能要好多時出差，甚至乎咧去咗第二度長居嘅噃。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今年咧我哋就要留心下自己嘅身體健康，因為會有水土不服嘅情況出現㗎。咁注意一下平安，今年多走動都唔係壞事嚟嘅。